这个疫情较回咯，真侪国家开始来商讨着入境的管制。不过，包括这个日本啊、纽西兰、澳洲、希腊等等的国家，拢无甲台湾列入第一批解封的名单。这是啥物原因呢？学者来分析，像这个日本，除了有政治的因素之外，嘛有防疫的考量。讲因为台湾人太爱去日本佚佗了，去年到日本的人次都高达491万人。恐惊一个解封，台湾人一夜去日本，会将做防疫的困扰。喺日本有百几间嘅烟火业者，伫初暗时放烟火，祈求疫情赶紧离开。东京涉国嘅卖场经过2个月休困，也已经恢复营业。伫疫情较平稳了后，日本头一波解封，澳洲、纽西兰、泰国、越南4个国家入境，但是就是无台湾。日本的最主要的加工厂或是工厂在这几个国家，所以它第一波考量呢是商务考量。根据观光局的统计，去年去日本旅游观光商务的旅客就超过491万人。台湾人想要去日本，可能嘛是原因之一。南韩开放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，这些都是在它前5名的这个观光客来源国哈。不要说几千人就够了，几千人的这个负担的话，就会造成日本的医疗体系的崩溃。除了日本、纽西兰、澳洲、希腊，也拢无将台湾列入头一批解封的名单。恐惊是参一个中国的政治因素有关系。我想政治在还占80%哦，他一定台湾不能够比中国还在前面。台湾对各国入境的旅客也还未取消14天居家检疫的规定，民众若是想要出国佚佗，爱阁稍等一下。